先晚安。那后学今天来学习带读导读，那后学就直接开始了。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从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传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府理，起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
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地。大正四川王考辛，天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室，滚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永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红茶的经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土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收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远菜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岭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
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急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室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是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面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神皇来对号，报是灵红茶的经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护伤而得安宁。好正为下顺心眼红海，舍己造其遮日正。赠国际保兴，威震北方为帅。肃静诸恶挂甲兵，搭救援人香儿女。火光落地围城，赐龙王来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皇室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菜宝，阿弥陀佛。10口1口，再口3口4口5口6口7口8口9口10口熟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鹿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急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
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室，文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笑，无影山前对河头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领红茶的金。三官大帝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普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顶礼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语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正雅是你前贤日。你有看那个我们会议室上面的读本吗？或许没有看到。你是用
勒祖师，恳叩祈求弥勒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南海普佛，谢谢王夫里任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为会菩萨慈悲做主，业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正雅方大德，验证雅方大德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真容，莲开遍见除真容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下言福，再随菩萨下言福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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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今天谢谢司礼讲师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一起诵经回向，谢谢，晚安。感谢司礼晚安。感恩后天的主持人。晚安，多谢晚安，师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前是各位连任各位前辈晚安。各位前辈们，大家晚安。